我们要访问的是舞动系的苗栗安中长线营孔思怡参选人，您好。您好，玉荣好，我们所有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们知道苗栗有大概差不多65%的客家乡亲，那我们常常讲到客家乡亲，也会说把苗栗分山线、海线这样。那您在竹南，其实我们一般说海线这边，其实您也耕耘扎根蛮久了。如果您当选县长，您也是会注重客家的文化跟语言，那您打算怎么做？好，我想世儒虽然是居住在海线的竹南，但是我们在海线除了竹南、后龙、通霄、苑里是属于闽南庄，但是它其实客家人的族群也占了差不多将近30%左右，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客家族群也都在闽南庄这一边共同生活。那我也一直希望我能够以一个客家人来看闽南人来看客家人这样一个方式来做处理。人家说当局者迷，或许我们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客家族群需要怎样的一个加强，怎样的来做一个发展，我想是非常重要。那我们也一直非常清楚知道，很多客家子弟现在也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点，大家出去都不讲客家话。那不知道是同化了，还是他们出去讲，怕人家听不懂，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吁，所有的客家子弟他们都能够出去，都能够讲客家话。那讲客家话，第一个对我们母语的一个保护，同时也让许许多多这些闽南族群不同族群的人能够了解客家的。那我们也一直希望，不管是任何的一些产业还是客家的一些文物，我们都希望让所有的人来到这里有参与感，他们 DIY， 让他们的 DIY， 他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客家族群以前如何上莽大평如何在这一块土地来生存、来发展他们特色的产业，让所有的乡亲、不同族群的人来到苗栗，他都非常清楚，原来为什么有这样苗栗的一个棒龙？为什么有山地的云火龙？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产物的一些客家产业？所以应该要广为行销，这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会觉得观光其实是非常值得发展的产业。不管你在每个地方都要发现在地很特别的地方，让当然也让乡亲可以赚钱。那除了这件事以外，其实我们也知道说苗栗的财政其实是还蛮受到诟病的，就是好像财政的负担是非常大的。那除了观光之外，在苗栗，您觉得要怎么样改善这个财政的状况？您很主要的政见会是什么？好，苗栗县的财政，我想现在全国都在注意，都在关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不追究到底以前怎么花，我们要考虑的是要如何开始来让它进步，如何来开始来赚钱。那要赚钱，我常常在讲，这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老祖先有告诉我们，有土司有财，所以要如何来赶快来帮苗栗县的财政来做一个处理我想还是要从土地开始。其实要处理土地的问题，应该要先从百姓的问题来先着手。我常常在跟他们讲，有百姓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是长年累月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一个，我们持分地的问题。以前老祖先已经留到我们现在这一代，有的一块土地虽然不是很大块的土地，但是它要印章盖了50-60个，那有的印章又盖不到，怎么办？就放在那里。这一代没有解决，50-60个印章你盖不出来，到下一代你要盖200多个印章，更没有办法处理。那在第3代已经都没了，那这一些都是百姓的痛。其实这一些都可以要处理，那这些要如何来处理？我们绝对有办法可以处理。
那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第一个帮百姓解决他们心中的痛，否则他这些土地啊，要卖也卖不出去，要借也借不到，甚至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土地，他要申请任何的补助，他都没有办法申请。所以要处理持分地的土地啊，视为第一要件。那有很多人在讲，那如果人家不要呢？不要，县政府绝对不勉强，县政府绝对不能去强征。但是我们都希望，他们都非常清楚，他们如果这一代再不处理的话，他下一代怎么办？您说，如果我想要卖，要让它可以卖得掉。如果你想要处理，当然我们会透过县议会，因为县政府本来就有一个地方自治法，那我们通过，譬如说你6成的同意，7成的同意，你同意了以后，透过我们县政府，我们来帮你做规划，你或许你就可以不一样的一个地目，那这一个不一样的地目，那当然我们帮你做整合，整合了以后，我们会帮你征收。由征收来做整合，那你征收的地价，我们得要成立一个地价这个评议委员会，透过我们地方的人士，利用现在那边土地有买卖的一个价格，然后来定定这一个价位，定定价位以后，让你这一些地主，你愿不愿意？你如果愿意，那我们就来帮你做一个整合。甚至于我们也可以推出不一样的园区，不一样的使用目的。那我们把你整合了以后，我们县政府能不能招标？可以招标了。那招标就是根据你的地目、你的需求，那同时我们做招标的动作，是不是又能无形中第一帮百姓解决问题、土地问题；第二个帮县政府又能够增加财源。第三个又能够土地活化，第四个以后如果建设起来了，又帮地方增加财税的收入，这是通通都是双赢。